写了这首《阿嬷的话》，也就是因为在这个96年的时候呢，因为他的身体呢，也比较状况不是很好。最后我是到了亚特兰大去参加比赛，去参加柔道比赛。那最后呢，在比赛完的当天，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比赛，回到台湾以后呢，在回到台湾的那一天，然后我哥哥告诉我说，阿嬷呢，在你回到台湾的这一天呢，他已经先走了，他没有办法等你。你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对我上好，甲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我。伊嘛定定带我去幼稚园看人咧佚佗，看人咧放空花啊，看人咧蜜小嘴。伊定定甲阮讲，叫阮着爱好好读册。当大汉。像恁老爸啊，遐尼啊用陪哦。迄时阵，阮拢听拢无。阿嬷，你到底是在讲啥话？大汉了后，才知影阿嬷的话，我会甲永远永远藏在心肝底。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，定定拢会予人真难忘。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，在阮的心内，定定拢会想着伊。阿嬷，你今叫你，你敢有听着？阮的认真甲阮的成功，你敢有看着？阮在叫你，你知影无？阿嬷，你即马过了好无？敢有人在甲你照顾？希望后世人阮讲会当来予你听，做你永远的孙仔。我叫你一声阿嬷。我的阿嬷呢，就是常常会带我到很多地方去。他就跟人家买菜的时候，或者买水果的时候，都会跟人家说：“啊，你生活较俗嘞，啊，我没有问孙家了。”他也叮咛我妈妈、我爸爸、我的家人，就说：“以后来去我拐哈，你忙给我考啊。”因为听我阿嬷的这样一席话，所以他们都会对我特别的照顾，对我特别的温暖。身边一步一步的过去，拢会予人真难忘。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，在阮的心内，定定拢会想着伊。阿嬷，你即马伫倒位？阮在叫你，你敢有听着？阮的认真甲阮的成功，你敢有看着？阮在叫你，你知影无？阿嬷，你即马过了好无？敢有人在甲你照顾？希望后世人阮讲会当来予你听，做你永远的孙仔。我叫你一声阿嬷。就是每一次的就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这种回忆，不同的过程，
让我觉得说，我阿嬷对我从小到大是非常照顾的，所以呢，在这边呢，要跟我阿嬷说谢谢啊，有机会呢，下一辈子我嘛是你的孙啊。